煮湯，高不高興啊？妈妈，你是大懒虫啊！妈妈，今天打工的那家店老板给我涨了工资，觉得我表现特别的好，以後呢我就有更多的钱给你买好吃的了。喂，贺锦熙。你好久都没看过妈妈了。她不是一直都那样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个时候妈妈对你多好啊，现在她生病了，你对她不管不问就算了，你还这么说她，她知道多难过。行了，我今天找你出来不是听你说这些的。妍希，我这次找你出来，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？西城啊，你这又要去找你那些狐朋狗友们玩啊？哎呀，奶奶，瞧您说的，司徒他们可不是狐朋狗友，他们可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哥们儿。哥们儿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整天还这么外头乱跑，你自己婚礼你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这婚礼不是有你和方叔他们吗？啊，哪还用得着我呀？怎么用不着你呀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哎，奶奶，咱们可是说好了的，只要我答應結婚，我出人，其他所有亂七八糟的事情都交給你們。啊！我什麼時候這樣跟他說的？哎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你這孩子，奶奶，我快來不及了，我得走了，拜拜拜。哎呀，新城，你看这孩子，永遠長不大。哎呀，老夫人，程家。